董董，上次的事情真的不好意思。哎，没什么，用不着赔罪。谁叫的外卖？康琪，一念，爸爸，彤彤，这个送外卖的是你的女儿吗？彤彤，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你的女儿为什么会在这里送外卖吗？彤彤，她是你的女儿吗？彤彤，这什么情无况？可奉告。哎，彤彤，彤彤，跟我们解释一下。彤彤。 童一念，你故意的吧你？没错，你明明知道我是童知行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想证明给你看，我今天可以整你，明天也可以整你，我可以每天想不同的方法整你。如果不想这样下去的话，马上回去辞职。你这么处心积虑，就是为了赶我走？是。你卑鄙无耻龌龊！你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一个堂堂正正靠双手挣钱的女人，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还要伤害她的家人，无耻！靠自己双手挣钱的女人，不好意思，我差点忘了，还没付钱。拿着，拿好了，别装那么清高，拿着别丢了。 谢谢啊，各位都是贵人，事儿多，我不敢多留了。好，改天吃饭。不客气。哎，再见，再见，不送了啊。哎，你跑哪儿去了？哦，跟那些记者打招呼，看有没有可能尽量让今天童知行的新闻不会影响到我们明天出新闻的效果。他今天丢脸可是丢大了，能影响我们什么呢？走，吃饭去。爸。 我有一点事情要忙，我就不过去了。你有什么事儿啊？哎，你今天好像心不在焉呢。啊，我这不是刚回国吗？有点事情要忙。那我忙完了再去找你们。好吧，别迟到啊。喂，康琪。童一念，你搞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成了童知行的女儿了？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也没告诉我呀。那你是沈梦德的儿子，你也没有告诉过我啊。好了好了，我们都不要吵了，互相冷静一下好吗？对，我们不能让别人得逞。你什么意思？你在哪里啊？我过去找你。没什么，我这里还有点事，等我忙完了过去找你。好，知道了。 哎，你说，童知行的女儿怎么去送外卖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对了，他的老婆死得早，女儿和他又不和，看来啊，童知行这个人呀，不是有福之人。哎，向北，我想问你啊，你在销售部待了半年了。 你对销售部有多少了解啊？我们上半年的营业额是56个亿，比去年同比增长32%，纯盈利是19.7个亿。我们在3、4级城市还有小区店的分布，一直都在增长，主营毛利率达到了0.79个百分点。总归来说，我们还是领先完美集团。好，做了不少功课。虽然我们公司 现在市场排第1，但我认为并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我们前3个月的同比增长明显低于去年。如果我们只在乎有没有赢过对手的话，那么总有一天输的会是我们。那么，你做了这么多的功课，你有什么打算呀？ 5·1很快就到了，其实我想借助这一次我们新店的开张，最主要的还是在5·1这个时间做一次活动。
我想联合我们所有的电网商，做一次5·1的大型促销活动。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销售部的总监了。谢谢董事长。今天高兴，不喝茶了，喝酒。服务员，来点酒来。陆向北，我告诉你，我们姓童的都不是好惹的。这钱拿去买毛巾吧。哼。不好意思啊，沈总，我去洗手间。康琪，念念，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念，我不应该怪你，毕竟我也隐瞒了你。对不起，康琪，明明我也有错，还要向你发脾气。康琪，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都会爱我的，对吗？你呢？我之所以选择隐瞒，就是我希望，不管你爱或者不爱我，都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女儿的身份。我懂，其实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我也选择了隐瞒不说。昨天你失约了，她很恼火。如果让我妈知道你是童知行的女儿，她一定会对你另眼相看的。只要我妈喜欢你，我爸也就没得说了。没想到到头来，我还是要依靠我是童知行女儿的身份。今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报纸一定会写得很夸张。你放心，爸爸会把他压下去的。我打听了，他姓陆，叫陆向北，是个海归，在美国期间做过区域经理，据说创下了当年的最佳销售业绩。你知道沈孟德这些年为什么总是坐在业界老大的位置吗？他就是运气好呗。狗屎运，碰巧娶了华泰集团老董事长的女儿，他跟大哥你怎么比呀？哼，我是没这个福气啊。这个人有福有运，本来我是想等着他运气走完的那一天，没想到连姓陆这样的人才都跑他的手里去了。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啊，还是应该把依依叫回来。你说他做那样的工作，你这不回来就不回来吧，难道还要让我去求他？有种，他就干一辈子外卖。对。小马哥，怎么那么久没上来啊？你又不是女人，我没事跑你家干嘛呀？那你今天来干嘛？哎，你见过火锅一个人吃的吗？没人陪我吃，所以我找你喽。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我那房子吧，虽然破点儿，但不像这里冷冷冰冰。什么意思？哎，你这个人呢，心里有很多心思，不一定都想让我知道吧？我有什么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我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告诉你的？哎，今天你把那童一念叫来让他出丑，这事儿我不知道吧？我今天一直在外边监视，怕那个人多，万一出什么事儿，我可以进来帮你，所以看见了。原来今天大驾光临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既然不相干，就别把人家扯进来，祸不及妻儿。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我妈的餐馆工作？哦，这事我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啊，不是我设计的。我不想他靠近我妈。你说的对，祸不及妻儿，但哪有这么容易撇得清清楚楚的啊？哦，原来你是想赶他走啊？叔叔，爸爸，是你叫他回来的。哥，别这样，依，快给你爸认个错。哦，爸，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你没错，是我的错。这20年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就是为了让你来气我的。依依呀，你爸爸不容易，你妈妈死得早，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再娶，可都是为了你呀。爸爸，对不起，我知道今天的事情让你难堪了。我难堪吗？我不难堪。从你执意要离开家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那我长大了呀。是，你长大了，翅膀硬了，要飞了。爸爸，童一念，你要知道，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你是我童之行的女儿，以后这硕大的家业都是你一个人的。可你倒好，不干正事，非要去当一个服务生，而且还要去送外卖。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那我送外卖怎么了？我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有什么错呀？行了，凭本事挣钱，不靠家里。依依呀，说话要有良心。爸爸，我不是没有良心，你让我当继承人，我真的是做不来。再说，我的梦想是当灯饰设计师，又不是当继承人。是，你的梦想是当一个灯饰设计师。我一想也行，我们家是做家电的，灯饰也是家电的一种。以后，你既是继承人，又是灯饰设计师，不错，挺好的，所以我也没反对啊。可是你呢，非要搬出家。我搬出去住是不希望你左右我的婚姻。哎，依依，你好好说话。我说错了吗？我希望我将来嫁的人是我自己爱的人，而不是只对爸爸事业有用的人。依依，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你一这么说话，你辜负了你爸爸，你辜负了你爸爸花了100万把这号码给弄回来呀，你让你爸爸多难受啊！那他买100万车牌又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自己搞形象做宣传。你说什么？出去！出去！只要您还想左右我的婚姻，我就不回来。你站住！行啊，你翅膀硬了，你今天走了，就别再回来。哎，依依。我还不睡啊！我突然有灵感，就起来画2笔了。我没爹没娘没得说，你有爹有娘有退路的，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支持你？你这样白天工作，晚上也工作，身体会搞坏的。我今天回去见我爸了。然后呢？然后就吵架了。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去世了。爸爸为了我也没有再娶。除了工作，他的心思全部都在我身上。其实告诉你吧，我爸爸，我挺爱我爸爸的。一家普通的菜馆，有2个美女坐镇，应该让梁妈加点工资。要是换成 LED 灯，就会又温馨又环保。你呀，我是想着怎么加工资，
你就想着要把自己本事赔进去。不理你了，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啊。哟，梁妈，这都是你一个人搞定的？哎，你看看，表面上看着你呀柔柔糯糯的，那一朵呢比你伶俐勤快。所以说呀，人是不可以看表面的，对不对？梁妈，你别这么说，这是我跟一朵一块收拾的。哦，她现在正在后厨帮忙呢。啊，那是我的私房种地呀！哎呦，这孩子，哎，一朵，刀下留人呐！一朵，你干什么？我就没，你没看见吗？那厨房贴的“后厨种地，闲人免进”。我想帮帮忙嘛。帮什么忙啊你？你别给我添乱了，你懂得切吗？哎，我懂一点啊。小时候，我爸他也教过我。我爸虽然只教我2天，因为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可是我就真的想要学炒菜，教教我。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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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想当大厨啊？嗯。好，从现在开始，外面的事情你通通不要管了，留在后厨给我帮忙。我去送外卖，把这个切成肉丝。好嘞。肉丝。孟德。哎，你怎么突然来了？做家电的张太太说有一家特别好的餐馆，我就约了她和她女儿。哎，你跟康琪一起去啊？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是啊，我就是为了给康琪相亲。哎，当妈的紧张儿子有什么不对啊？他小不懂得看人，我们当父母的去给他参谋参谋，有什么不好啊？哎呀，这中午公司一大堆事儿啊。这样吧，你跟儿子去啊。哎，对了，你可别逼他。哎呀，你看我什么时候让他为难过？真是。这次我们的5.1促销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不但要注意网站的宣传，还要配合实体的销售。又是你吗？接吧。喂，妈，我在开会呢。哎，我不管你干什么，中午得跟妈妈一起吃饭，我就在你爸办公室呢，5分钟以后过来啊。哦，好吧，好吧。哎，我妈找我吃饭。12点多了，先吃饭吧。不急，先谈吧。你好，我是找陆向北陆总监，我给他送饭来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陆总监，我说了您在开会，可是您的管家坚持要把饭送过来。管家？我是他的管家。她是我妈，什么管家？啊，不好意思啊，我先出去了。你什么时候当我管家了你？你这么大一个公司的总监，妈来给你送饭，我怕。怕什么？怕我丢人啊？我妈给我送饭是我的福气，还丢什么人啊？人家羡慕还来不及呢。哦，妈，这是沈公子，这是我妈。伯母你好。哎，你好，你好。伯母来了，那我就先走了。行。回见，回见。哎，你怎么不带这个？我就知道，刚才他说你不接电话，我一想你就是没带，你何苦呢？不带就不带。哎呦，你太要强了，你这么瞒着，能瞒一辈子呀？干妈亲自来给我送饭，
我自从请了那2个姑娘，你就再也不来餐馆吃饭了。那我要不给你送，把我儿子饿死啊！哎，你老实告诉我，上次一念来送餐，你对他做什么了？他没跟你说吗？当然说了。不过呢，不开心的事先不提他了。可是我告诉你啊，他不会辞职，我不会因为你把他辞掉的。妈，我知道你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是你能不能省着点用呢？你又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就这样对人家满腔热血，万一以后要是变卦的话，我怕伤心的是你。哎呦，你就是这么杞人忧天。我要是像你呀，那当初我找你的时候，那我怎么没有考虑考虑啊？你这个不听话、又固执又不带这个东西的坏小子，会不会把我气死？好了，你吃吧，我走了。啊？哎，张太太，我们已经到了。好，那我们等你啊，别迟到哈。好嘞，再见。儿子，他们一会儿就到了。太太先生，这是我们梁妈私房菜的菜单，麻烦你们过目一下。一念，康琪，一念，你女朋友？阿姨好。你不跟我说她是你大学同学吗？怎么是个服务生啊？妈，你听我解释。好了，我什么都别说，马上跟她分手。哎，大婶，你谁呀？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说话？哎呀，我就跟你说话，怎么样？一朵，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说我是个势利眼，看不起你们，对吧？对，我就是。你们之间不光是钱的区别，最重要的是教养，你一辈子都跟不上。妈，你别说的这么难听。阿姨，我知道那天我迟到了是我不对，再怎么解释都是我迟到了。可是我希望你别再生我的气了。阿姨，您先喝杯茶。哎呀，好了。妈，你没事吧？他扑我，你看看他扑我。喂，你讲不讲理呀？你分明是故意的，你干嘛栽赃下意念？我们不是故意的，阿姨。我原本以为你生我的气是因为那天我失约了，看来不是这样的。您只是一个想要把自己的婚姻观念强加在孩子身上，完全不顾孩子感受的家长而已。一念，你这是什么态度？她可是我妈，赶紧道歉。看到了吧，我儿子向着谁呀？还不赶快给我滚！对，还不快滚！这位太太，我说的不是他们滚，是你们滚。你们的前因后果我不想管，但是我看到一个诚诚恳恳的姑娘向一个蛮不讲理的人道歉，更增加了这个人的蛮不讲理。还有的人不主持公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的人比人有钱，可不见得比人高贵。我梁妈私房菜3种人不接待，你们是其中之一。滚滚滚滚！陆总监，沈副经理刚打来电话说请半天假，让我向您说声对不起。行了，开会。为了应付这次5.1促销活动，我们在总公司成立指挥部，在下设技术、物流、客服等部门，让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积极配合和支持。我们推出了3天3夜超级零元购促销活动，也可以找人气歌手代言，同时在线上线下展开推广。另外，根据陆总监的要求，我们官方微博也可以对这个活动展开宣传。有没有听过完美对这个档期是否也感兴趣？好，那这个项目必须要好好保密，
谁都不能泄露半句。向北哥，是我。过几天我会来这里录新的专辑，到时候我们见面吗？儿子，妈，你什么时候帮我找个新管家呀？哎呦，儿子啊，你的名字在管家业都列了黑名单了，我真给你找不着。你是铁了心要我死，是不是？别，你别拿死吓妈妈好不好？好，明天我就去给你找，行不行啊？不过我可告诉你啊，我再给你找的这个，你不许再把人家给气走。行，如果他做得好的话，我给你娶回来当媳妇儿都行。求你了啊！梁妈，对不起啊，今天害你失了大客人。坐吧。哦。你的事呢，一朵都跟我说了。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没想好。你说你找那么个男朋友，身边还有那么个老妖妇，这个人呐，没有家底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志气。你不是想当大设计师吗？你拼命的去干。如果你要成了大设计师，你就会名扬天下，威震八方，谁还敢瞧不起你？那个老妖妇跪着求你当她的儿媳妇都来不及呢。梁妈，你都把我说激动了。来，实现理想是要需要钱的，这是5万块钱。这个卡你先用。梁妈，这个钱我不能要。哎，我可不是白送给你的，我是给你找了份兼职，这是年薪。我现在啊遇到了一个特别头疼的事。简单的说吧，就是让你去给别人当管家，平时呢你就打扫卫生啊什么的，下了班你去就可以了。那这个钱也太多了吧？哎，你可别小看这份工作啊，这是要考你本事的。我告诉你，这个雇主啊特别的挑剔，我看你啊有志气有底气，你一定能干好。这个雇主呢，黄昏以后才回家，你呢提前去把他打扫好。如果干得好呢，将来给他做饭呐，烫烫衣服什么的，好吗？好，梁妈，这个活我接了。好，那你接受了这份工作就不许反悔，我可是要签协议的哟。签就签，我明天就可以上班。少爷，这是今天下午花店送来给您的。你下去吧。哎。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沉住气。阿姨气炸了吧？没事，我已经搞定了。一念，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服务员。我以为是你爸妈介意，怎么你也介意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康琪，你不是说过人人平等吗？但怎么到自己身上你就介意了呢？你也不要把矛头对着我呀。自从我知道你是童之行的女儿之后，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你不是想做灯饰设计师吗？你们家就是做家电的，你完全可以留在自己家做灯饰设计师啊。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是你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明明可以好好处理的一件事情，
你非得把他弄得鱼死网破、不可收拾，你才安心啊？康琪，你去非洲做义工，我不认同，但是我尊重你的想法。你的梦想明明不是要当一个作曲家吗？可是为什么你又到华彩上班？难道你觉得放弃梦想就是对的吗？你现在记不记得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弹吉他了？以前上学的时候你说过，毕业了你要一边工作一边弹吉他，那是你最快乐的事情。可是现在呢？你明明就是有梦想的，你为什么不去创造自己的梦想呢？你再继续这样下去，到头来只会两头空。看来今天晚上，我们是达不成我们预想的结局了。我们都冷静一下吧。原来华彩这次五一节档期上有大动作。我刚跟我手底下几个部门经理开完会，我们不但要跟华彩在网上争夺大客户，而且要在微博上推动大型的抽奖活动。不过这次请形象代言人的事，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思。这关系到我们完美集团的形象，请，咱们请最贵的。现在最贵的应该算是英英了。好啊，那就请英英，让英英代言咱们完美集团。陆总监，可能您刚回国不久，对国内的演艺圈不太了解。眼下最当红的天后级歌手就是英英。是啊，她不光是在国内走红，在欧美也很有人气。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家世背景。听说她老爸是个隐形大富豪，家里有10几亿资产。越是这样的人，越跟我们沾不上边。总之，我反对找他当我们的代言人。可是没有可是，只要有好的计划，销售产品，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代言。我不想浪费任何时间和精力在这个问题上面。散会。那个童知晓，还以为自己很厉害，连华彩的秘密情报也能打探出来，没想到是我给他故意爆的料。幸好你厉害。如果以后你不想帮我的话，可以去开一家侦探社。哎，公事谈完，可以谈点私事吗？英英昨晚打给我，说快回来了，她想见你。我妈给我找了新管家，我一会儿还要见客户，我去取个文件，顺便看看我的水龙头修好没有。我2天没洗澡了。不是吧你啊？买单。有人在吗？喂，你怎么在这儿？修水管。梁妈让我过来的。梁妈，哎，梁妈，你给我个解释。一个需要管家，一个需要赚钱，解释完毕。我才不要给这种人当管家，小气刻薄、尖酸自恋。妈，你应该先告诉我，我的新管家是一位一天到晚穿着卡通头装嫩、自以为是宅男女神的童一念小姐。你是她妈吗？是。她不是我妈，难道是你妈？哎呀，你们2个人别吵了。一个是我心疼的没有管家的儿子，一个是自立自强，我付了1年工资，我喜欢的姑娘
啊，我不管你们了，自己解决。妈，总之我不要他当我管家，把他给开了。我还不要给他打工呢，我退钱。妈。我问你件事啊。干嘛呀？阴怂怂的。你知不知道梁妈的儿子是谁？陆向北嘛。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整个店里的人都知道。啊，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之前打听过，好像店里的人都挺怕他的，也不喜欢接近他。哎，这个人啊，看起来就知道没朋友。哦。哎，先不说这个，你知道那件外套今天寄到店里，哎，跟新的一模一样哎。哎，这么难搞的事情，没想到你这个没钱没经验的火星妹居然能搞定，不赖哦。山猫碰到死耗子了。哎，一念，明天呢我是放假，要不我陪你把衣服送给那沈康琪的妈妈。就我问问他吧。哎，拜托，这点小事你都要问啊？你不是想道歉吗？那就拿出一点诚意来。你先去问地址，我们亲自登门道歉，说不定沈康琪会很感动的。那就这么决定了。嗯。沈太太，我真羡慕你，有个好老公，一双儿女，事业呢又这么好。哎呦，我才羡慕你呢！虽然没有儿子，却有3个好女婿。哎呀，我真想拿我的老命啊换你那3个好女婿。哎呀，看你说的。孟德兄啊，今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谢谢谢谢谢谢，孟哥啊，你得向大家传授一下，怎么把孩子培养得那么好。你看康琪，那真叫一个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哎，是啊，谢谢谢谢谢谢啊！我这么大的家业，将来可就是他一个人的了。他要是不成才的话，岂不让我很失望吗？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呀。不会不会，放心吧。干！沈董，康华和子祥回来了。啊，好，慢慢用啊。好。太太，康华和子祥回来了。等一下。哎呀。爸爸，妈，康琪，哎呀，康华总算回来了。姐夫，姐，康华，你终于回来了，也就大半年没见你了。美国就这么好吗？哎呀，总算一家团圆了。哎，快，我们去照全家福。来。好。哎，一念，沈康琪真住这哈？怎么了？我告诉你哦，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牢记。从现在开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死皮赖脸、死磨硬泡，一定要嫁给他，嫁进这个家。你有嫁入豪门综合症啊？哎，我是说真的。一念，你男朋友家好有钱哦。哦，他们好像在开酒会，要不然我们下次再来吧。别，再待一会嘛。哎，这房子好美啊。谁送的呀？这么大的礼物？哎，打开。这是谁呀？想咒我老公死的？你们是你们干的？不是我们。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为什么要咒我老公死？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们。不是嘛？一朵，你没事吧？就是你们，这里面所有的朋友都是我请来的，只有你们是不速之客。而且这个东西一送来的时候，恰好你们在这儿，就是你们指使的。郑夫人，你冷静一点，这不是他们送的。关你什么事？一念，你先回去。康琪，你误会了，我就是来给阿姨送衣服的。叫你先回去，你就先回去。阿姨，对不起。一念。
怎么了吗？妈。 聪明，想出个调虎离山的计策，让我们顺利摆脱那些记者。今天有什么安排啊？这几天的活动安排的都很满，你要参加中高榜的颁奖典礼，还有几家知名的企业想要和你谈代言的事情。另外，你还要抽空录制你的新歌。对了，完美集团想要给你签代言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你只需要告诉我今天要干什么，其他的我不感兴趣。开车。